弟兄姐妹，在今天晚上，不论你是在哪里，不论你在现场或在线上，我们都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我们要神与连结。我们一起从座位上面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向耶和华歌唱，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我们从头再一次，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万事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来拍手。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述说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更多来敬拜，开我们的口，哈利路亚！普天下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地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来向耶和华向拯救的神歌唱，向拯救万事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称谢进入他的当赞美进入他的园，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生命。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诗篇46篇10到11节说，他说要停止战争，承认我是上帝，我在万国被尊崇，我在地上受敬奉。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是的，弟兄姐妹，在这一周，你经历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刚才有说他是使战争停止的神。我不知道在今天，在这一周，你是否有经历到任何的战争，心理上面的战争，人际上面的战争，甚至是情绪上面的战争。但是我们的主是胜过一切的主。让我们现在开口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能使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安定。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主啊，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主啊，你是使一切都能够平息的主。我们内心的风暴你也明白，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是在患难，我们是在疾病，我们甚至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上，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你能够与我们同在。是的，主啊，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的主，
当我们遇见困难，我们遇见健康，我们遇见甚至是家人的冲突的时候，主啊，这时候我们还是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在大水之中作王掌权的主。主啊，你是从今到永远的主，即使世事沧海桑田，我们的主仍不改变，所以我们更要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主啊，让我们向耶和华歌唱。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来向耶和华歌唱，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是的，主啊，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述说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愿我们能够与神建立这美好的关系，是每时每刻、每日每夜。主啊，当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的喜乐来充满我们，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的生命，浇灌我们的家人，浇灌我们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来说：喜乐河流，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再一次喜乐河流喜乐河流来充满你我。来充满主啊，你的生命泉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紧紧你预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神。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更多，我们要跟随神。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感谢主，可以在这边赞美，可以在这边来感谢，可以在这边来唱歌、来跳舞、来敬拜，我们都应该要来感谢他、赞美他，因为他使喜乐的河流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一起用神的话语来宣告说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些的征战、这些的战争都要被止息。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一起来吧，来看上主的作为，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他平息世界的战乱，他折弓断枪，用火烧毁盾牌。是的，上帝在混乱的当中有他的同在，就有平息，就有安息，就有平安。在这些混乱动荡的世界当中，我们恳求主在这边来掌权。我们见证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可能面对死亡，面对缺乏，面对可能没有盼望，但神使那属变有的，神使那可能要夺我们性命的能够退去。神透过这样的同心合一的感谢祈求，让弟兄姐妹经历在那种在病痛当中，能够经历神的医治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恩典在你当中吗？你就大大开口来赞美他，来感谢他的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感谢，来。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来带领我们家人的生命，主啊，若非了你，我们能怎么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能够让我们在混乱的当中，在忙碌的当中，我们一起在这边祷告，我们在线上一起祷告。在这个祷告的时间，我们享受神你的同在所带来心灵的平安、心灵的安息。谢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呼吸，是多么美好。我们看见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弟兄在医院是要借助着这些氧气才能够呼吸顺畅。主啊，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一早起来我们都能够大口大口的呼吸，我们就要来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要我们静默，要我们知道你是神。在这忙碌喧嚣的世界当中，神你要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才能够使我们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主，你也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可以享受你的安息。我们要赞美感恩你的恩典，你的应许，因为你的应许叫我们专注看你，看你行其事，看你的作为，看你要止息这一些的战争，看你要让我们家庭、我们职场、我们各方面的混乱征战，都因为神的同在所带来的这一些的止息。主，谢谢你，因为你在患难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我们何时软弱，我们何时靠你就得刚强。谢谢主，你是赐我们平安，你是让我们生命遇到困境的时候，把我们从黑暗死亡的权势当中拉拔回来。主，谢谢你，让我们接着同心合意的祷告，经历到你那是平安，是供应，让我们在缺乏当中你供应充足，让我们在没有盼望当中你是使无变有的神。所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将感恩献上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是的，主，我们要跟随你。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更多，我们跟随神。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是的，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决定要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相信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但是主啊，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我们更需要的是你无尽的爱。主啊，你无尽的爱，你的圣灵的声音总是不断的提醒着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视我们为宝贝，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论我们几岁，我们在什么阶段，主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的爱。让我们再一次的用这首新歌，让我们来聆听心中的声音，让我们聆听圣灵的声音，因为他要对我们的心说话，圣灵要对你的灵说话。听见你温柔声音，挪去我所有恐惧，黑暗中你呼唤我走向你，敞开我心。主啊，我们过去风闻有你，过去我风闻，如今亲眼见你，如今却亲眼见你。
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最不堪的时候，你定义爱我们，你的爱没有改变。谢谢你爱我们，在那我们做错事、不断的做错事时，你仍然爱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假装自己、武装自己、转脸不看你时，做错许多决定、许多事情，主，你仍然爱我们。主啊，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疑问，我们质疑你。何以主啊，你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啊，你在哪里？你跟我说啊，你不是说你不放手吗？你不是说你永不离开我吗？何以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在哪里？主啊，你忍心看我们忍受这一切。主，我们要向你认罪。主啊，因为我们在太多的苦难中、苦境中，或许这个苦是我们自找苦吃，但我们却怪罪许多，甚至也怪罪你。谢谢你今天晚上再次透过敬拜，主你无尽的爱、无条件的爱，特别是十字架上，主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钉痕的手，你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换回我们从那个罪恶的深渊，在死亡的幽谷，你救拔我们，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向你诉说，你愿意听。主啊，我们愿意也来听你，我们也愿意来跟从。这是你要的，你要我们在祷告中，不只是你听我们的需要，这些事情、那些事。主啊，这个事你都知道，但你更愿意我们这个人，你所爱的我们这个人。你要我们的生命跟你紧紧相合相契，以致我们体贴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啊，以至于我们就知道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哪里跟主你有隔阂了，哪里得罪你，以至于我们在那个痛苦的深渊，我们在那个恐惧当中，特别是面对暴力的世界。主，谢谢你再次用你的爱来保抱我们，光照我们，挽回我们。主，我们听见你对我们呼喊的声音，你爱我们。主，愿我们说，主，我们爱你。但主，你不要我们只有嘴巴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做的决定，我们的行动，我们要跟随你，以基督的心为心。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坐。
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诗篇46篇，这里有再次神告诉我们，这世代每一个世代都一样，都是变动跟暴力的。而在这个变动跟暴力，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保护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请。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因此，纵使大地震动，高山崩塌，坠入大洋，纵使怒涛澎湃，群山震荡，我们也不惊惶。是吗？我们真的不惊惶吗？还是我们只有认知上，我们嘴巴读的时候宣告不惊惶呢？惊惶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情绪是神要我们透过惊惶，而我们赶快及时那个防卫的系统，不管心理或身体，我们就是要起来。所以我们惊恐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惊恐以致忘记神。我们看到变动，这地会变动，这神所允许的，怒涛澎湃，群山震撼，没有问题，因为神要透过大自然告诉我们，有问题的是我们听见吗？还是我们只是透过祷告，我们躲在祷告里面消极的，主啊主啊，我不想听，我不要听。不是，神要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是要听。我们不是透过祷告来消极、来躲避、来逃避而已，没有。神更要我们在这个暴力变动的世代里，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不是只有祷告顾我们自己，没有，恳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有高度。那个高度是当我们遵从我们神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感受不到神他的掌权，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赦免我们。当然，神要先透过圣灵，透过我们的祷告，他来让我们洞见。在那个黑暗当中，我们看见，我们有信心的眼光，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过去看不见的。我们只有顾我们自己，我们只有用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每一个那个患难，每个变动灾难，我们都只看到我们自己是一面镜子。不，主说这是一个窗户，透过神的窗户，信心的眼光，我们要看见神在未来里给我们的蓝图。我们要不要跟？我们要不要看？还是我们掩耳盗铃，不想听也不想看，都不要告诉我，我只要躲在主你的怀里，躲在你的圣殿里，我只要顾好教会，顾好福音。没有，神要我们，当我们这时代即将变化的时代，已经在变化的大变动的时代，大暴力的时代，主要叫醒我们，好不好？我们开口来祷告，恳求神光照我们，然后我们快跑跟随主。看见了我们就跟，看见了我们就起来，看见了我们就跟着主来跑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恳求主你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来带领我们。主，是的，我们的眼睛非常有限，主，我们眼睛只有看见我们自己，主，我们只有看到我们的困难。主啊，你今天透过诗篇46篇，主啊，你从礼拜天，主啊，礼拜的主日会前的祷告，主你一直启示46篇46篇，主你要我们看见，主啊，你要我们看见在未来里面大变动的世代当中，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时刻，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说我们要躲起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说主啊，主不
关我的事。主没有，今天主你透过这诗篇46篇，每一件事情都关乎主你的事，就是关乎我们的事。主，愿我们抓住你的话语。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有时候该躲起来，但是我们躲起来的时候是积极的，我们不是退缩的。我们有你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这地在改变，这山在摇动，主啊，这水在翻腾，主啊，这山在颤抖，主啊，世人都害怕，不是只有我们害怕，但是主你要我们比世人更快起来。我们不是只有祷告而已，主啊，你要我们这个群体，特别在迦南教会，主啊，不管现场或线上，主啊，你要我们起来，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主啊，你再来的那个时代是变动的时代，是你掌权的时代，是主你预告你要再来的时代。主，我们都要在那里，我们都要跟着你成为那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有因信称义，主啊，我们要得胜。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害怕什么？主，我们就跟着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谢谢你在前面带领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祷告会不只是消极。主啊，我们知道从今以后你要透过祷告会，你给我们力量。主啊，透过祷告会，主啊，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看见的。主啊，你让我们有你的看见。主啊，你要我们有你的力量，我们不再软弱、逃避、退缩。谢谢你，我们不再只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要看见是主你的看见。谢谢你给我们信心的眼光。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为肢体心灵各方面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请。有一道河流把喜乐带到上帝的城，到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住在那城，城绝不至于倾覆。天一亮，上帝的救援就要临到。阿们。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因为神正在听。神听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的情绪疏解之后，然后我们有力量哦。我们有力量起来，即便在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即便我们在心里软弱的时候，当神听了我们的所有的情绪以后，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要起来遵从我们的主。遵从我们的主，即便在我们软弱，身体的软弱、心里的软弱、灵里，主都要来兴起我们。所以，亲爱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来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恳求神来举高我们的那个高度。我们被神来高度来举起来，特别是我们线上或现场的，当你的身心灵，主啊，知道你需要神的，这个时候我们更是要来祷告，遵从神。你就会有神的力量，你会有神的健康给你，你会有神的全能。即便你还没有恢复，即便你的身体仍然软弱，但你心里却是刚强的，你却是能够喜乐的哦。你不相信，试试看哦。好，我们就一起来为我们的肢体，尤其那个心理师上的，还有我们要为那个特别在那个死亡的幽谷的黄桂英姐，她还没有受洗，但是她在经历神，我们特别为你如果知道的来为他们祷告。秀芬姐告别礼拜，她的家人也都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恳求神的爱充满他们，好吧？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身体来经历你，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身体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拯救我们，主啊，你就要我们真的是起来赞美你，因为主你是这一位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成我们力量。主啊，你更是这一位听我们祷告的主。主啊，在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软弱无助，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来仰望你的作为，来看见你。主，你以你无尽的爱来拥抱我们。主啊，谢谢你。虽然我们跌倒软弱，主啊，你仍然拥抱我们。就好像你在这个诗篇所说的，主啊，天一亮，你的救援就要临到。在此时此刻的晚上，
真的我们需要，我们感受到，甚至我们心里急迫，我们身心灵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渴慕，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此时此刻，你知道我们不只是我，是我们。主，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祷告，主，我们知道天一亮，你的救援就要临到。主，我们不只是想要知道天一亮，你的救援就要临到，而是主啊，让我们有这样信心的回应。在此时此刻，或许有人正在流泪，在此时此刻，或许有人正在焦虑，明天我该怎么办？或许有的人正在经历，主啊，又来了，明天又来了。主啊，但你在今天的晚上，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就像诗人所经历的，主，我虽然经过黑夜，我仍然盼望天明，因为天一亮，主，你的救援就要临到。主，我们带着软弱，但我们同时也带着信心。主，就在这样的挣扎当中，我们越站越稳，我们越站越宽，我们越来越能够与主来同行。主，你扶持我们的手，更是坚固我们的腿，好叫我们所行的道路，不管是照顾者或是被照顾者，我们都感受到有一股力量，是主你用无尽的爱拥抱我，拥抱我们。主，你无尽的爱从不落空，相信你的人，如同诗人所说的，天一亮，救援就要临到。所以我们每次的祷告虽然疲惫，却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期盼的将要发生，现在就开始领受。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继续要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请列国站立，万邦骚动，上帝一发命令，大地就都溶解。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国跟国之间，我们打开国际新闻只能说这个乱，只能说争，一直在争，一直在争。我们的主正在等着他再来的时候，他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这句话是真实，也会应验，会实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信心，我们现在在变动之间，我们就要活出神已经掌权再来时候和平君王的那个时候的平安吗？我们要有这样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的时候，这些事情神都知道，真的写不完呢，这个格子有限但我们会发现事情太多了，所以再次神告诉启示我说，孩子，应验祷告会，你一直在祷告这些事我都知道，我要的是你们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会时候，神要的是我们这个生命，
我们活在这样国家台湾底下这个人这个变动当中，当我们看乌克兰、看苏俄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怎么回应？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跟神来同工？透过祷告，我们就被神高升，因为我们来遵从神，以致我们看的高度就不一样。当我们面对这些暴力，不管是国家或社会，真是暴力横行，物价飙涨。我刚刚还说到，我们夏令营预算飙高，我们的预算不到它的一半哎。这些天气，你看一下子热，一下这么冷，然后性骚的议题太恐怖，一个，都因为人争选我，台湾的各个的文化，好不好？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当我们为这些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说：主啊，我的生命，主啊，我求神你帮助我跟我们，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王，好不好？我们开口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主啊，你是台湾的王。主啊，你是台湾的主。主啊，你来掌王权，你来居首位。主啊，这世上的人怎么看？主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是台湾的力量。主啊，你是台湾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特别是主啊，台湾这个时刻，主啊，还有很多人预言，在不多久的时刻，主，不管这世界怎么改变，主啊，不管这台湾的地怎么改变，台湾的山要怎么摇动到海心，主啊，你说了才算。主啊，我们愿我们现在就预备我们自己。主啊，你要我们每一个在台湾的人民预备我们的生命。主啊，使我们的生命，主啊，可以承载将来的那个变动。主啊，使我们不害怕。主啊，因为你应许，主啊，你要建立的上帝的国要在台湾。主啊，你是至高者。主啊，你要在台湾掌王权居首位。主啊，你要在我们的这个城里面，在台湾的这个每一个城市里面。主啊，你再次要我们仰望你。主啊，即便在黑夜中，我们都知道主天会亮的。主啊，天总是会亮的，只要你天一亮，主你要帮助我们台湾。主啊，我们有每一个要被你预备。主，我们的心要向着你，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主啊，即便外邦喧扰，主啊，列国震动，主啊，你一发声，主啊，这一些都要融化。主，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主。主啊，我们虽然微小，我们至终必成就你的旨意。主，你不看我们微小，你聆听我们每一个在这地上为我们国家台湾的呼求。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国家真的有许多的得罪你的地方。主啊，但主你说在末世来时之后，国要攻打国，人要攻打民。主啊，这些都不是你的旨意，唯有你的旨意。你的旨意是爱，你的旨意是和平，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是和平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谢谢主，谢谢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原本看为卑微、原本是罪人的人，能够为在这个地上成为止住那破口的代祷者。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呼求。主啊，谢谢你让每一个在职位上，他们职位上勇敢为主做见证的。主，我谢谢你使用张庆芳姐妹。主，她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你的人。主啊，谢谢你使用这样的姐妹，也使用我们这样的弟兄，特别是陈建仁弟兄，他在执政的这个岗位上，要为你来发光，来作演。主，我们祝福这些每一个在他们职位上面不以福音为耻，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得着主耶稣基督的心来做主工的这些弟兄姊妹。主，求你使他们被高举，主使他们被看见，让执政掌权者看到他们所做的都是主你的恩典，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谢谢你恩待台湾，
让台湾的疫病控制是在全世界排名前面，排名第9。谢谢你恩待台湾，主决那对岸那些黑暗的权势所掌握的执政掌权者，消弭了他们的攻击。主，我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不管是在对岸，不管是在台湾，有一群忠心未曾向巴力屈膝敬拜的属神你的子民。主，谢谢你使用我们带来这地的转化。谢谢主，你恩待台湾，愿主你的名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行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乎你，因为也本乎你。谢谢你听众弟兄姊妹合一的祷告，愿我们成为那生命的见证，来转化这地，来成为主你的门徒。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要来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教会就是奉主的名所设立的，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要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我们要与主一起来有所作为，因为我们的主要我们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经。来吧，来看上主的作为，看他在地上所做的奇事。他平息世界的战乱，他折弓断用火烧毁盾牌。他说要停止战争，承认我是上帝，我在万国被尊崇，我在地上受敬奉。上主万军的统帅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堡垒。阿们。我们要一直宣告这件事。当我们遵从宣告的时候，我们就跟神一起来经历神的作为，好不好？我们也要来看神的作为，在我们教会里面，他要作为哪些事情，我们看见了吗？在将来里面，现在他已经在做。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如果你一起祷告，你就参与了神正在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会不是1个小时祷告就结束，更重要是在祷告会当中，神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当我们遵从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神是交织。今天我们在赞美的时候，有牧师一开始就有说，神要我们知道他，我们也知道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跟认识在原文里面是用很亲密的字哦，就是亚当夏娃他们一起成为夫妻一体的时候，就叫做认识跟知道。也就是神透过男女之间知道彼此认识，彼此2人合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这样产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邀请我们知道他耶。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当我们把困难帮我们个人，帮我们把教会国家用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跟神是知道更认识他。所以我们的祷告不是静悄悄的，我们的祷告是跟神有最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认识神，以致我们跟神很彼此契合之后，神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我们还没祷告之前没有那个新的生命，当我们来到祷告会，我们跟神祷告时，我们跟神更认识的时候，新的生命就产生。所以祷告绝对不是消极的哦，祷告绝对不是只有在这里，祷告是在这里我们长出新的生命之后，我们有新的力量，我们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回去活出神给我们的，特别是在我们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事工神都知道，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不是我们做的事。他哪有不能做的即便我们忘了祷告一项，他也不会错过。
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人到他的面前，他要跟我们交合，他要跟我们契合，他要跟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他更认识我们，以致长出神要我们的那个心志跟生命，好不好？我们一起要为教会服侍教会事工，我们有怎么样的生命才能够跟神来同工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透过在教会当中，主啊，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每天迦南之声你的话语，主啊，还有你要我们家庭起来来筑那个家庭的祭坛。主啊，是的，你再次透过祷告跟你的话语，主啊，你要我们来尊崇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主啊，真的是因着跟你来契合，主，我们就更认识你。主啊，让我们更认识你。主，我们就不再是这个旧的人。主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生出、长出，主啊，那个新的我，主啊，那新的生命，那个新的力量，主啊，那个新的盼望，主啊，那个新的看见。主，我们知道你是这万军的耶和华，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雅各的神，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要来看主你在迦南教会的作为。主啊，你要让我们来跟你一起同工。谢谢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周三祷告会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与你面对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披戴基督。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来纪念你的名。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不断的行奇妙的事情。谢谢你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成就你的事工。主啊，我们看到教会的事工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事工，你兴起这么多的同工来。主啊，我们要来说，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分。主啊，这些事工是我们的产业。主啊，这些事工，主啊，你兴起的同工，你的能力要在他们的身上。主啊，因为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主啊，我们为我们教会的硬体，为我们这些同工来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他们不再是风闻有你，他们如今要来亲眼见你。当他们来祷告的时候，当他们来回转向你的时候，当你的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主啊，他们就要有能力，主啊，他们就要有喜乐，主啊，他们就要有盼望，在这些事工当中来成就你所看为美好的。谢谢你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更多的来唱喜乐河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需要神的喜乐，我们需要神的爱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一起开口来同声，喜乐河流来充满我们，来充满我。主啊，你生命的泉源，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们更多大声一起来说，河流来充满我，生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对，我们要紧跟着我们的神。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我要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心，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我们跟圣灵一起起舞。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谢谢耶稣赐下喜乐的河流，充满在我们当中，因为喜乐就是最好的良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经历到你的更新。愿你的活水江河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你是供应我们的神，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一切幸福的源头。主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同在充满，让我们更认识耶稣的真理。真理要叫我们得着自由，真理要让我们渴慕神的话，真理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救恩里面。主圣灵，我们求你来，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软弱，我们甚至没有办法祷告，说不出的祷告的时候，你用祷告来扶持我们。谢谢耶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脱离死亡的权势，让他们有机会在众人跟神的面前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斥责一切这些黑暗的权势，离开这些弟兄姐妹。当他们在生命的征战的时候，神你就与他们同在。谢谢主，让这些领受新的产业、新的生命，在他们的胎中的时候，主啊，他们要宣告神你是使无变有的，他们要大大来见证你的荣耀，因为那是神机骑士，让他们经历神你就是全能的，你是无所不能的。谢谢耶稣，今天晚上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今天晚上我们的赞美求你来悦纳，今天我们的祈求，让我们经历到神你是赐下神机骑士的神。谢谢耶稣，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彼此来祝福说：您的祷告神必成就，您的祷告神必应许。请坐，愿神的平安与大家同在。